欢迎节目主持人蹦恰恰。感谢两位，感谢两位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咱这个全台湾上较气质的电视台，上较好看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大家好主编蹦恰大家部分啦。因为台语是太水的语言，不过现场若无一个台语精通的老师，咱是无法度。对，介绍咱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空金包银进香团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会惊无？会惊无？会惊啦！我今日终身看本人啊咧。系啊，我从细汉听。来啊！你听我讲，我今日心里足激动的。激动是激动，拢有啦，拢有嘿。因为我讲真，我得听，阮同学，正细汉，从我细汉的时候，我听阮同学咧模仿伊，我想敢有遐讲遐喊，第唱歌就是会一把人的性命。你唱是有较含一寡。我感觉真正无含的，啊，毋讲比我唱的好听侪。好听侪。啊，毋讲真正迄个有特色的啦，我。今仔日看到本人。嘿。啊，搁足水的。过去拢伫倒位看？电视啊。哎呦，电视看较无要紧，莫伫冰箱看。喂，姑娘啊。哎，来。今仔恁亲戚来吼。哎，对。因拢病共生啦。伫婚姻生出来就足大个。对。对，啊拢好个人。哎，无啦。有咧听，有咧听。恁老爸娶伊的先生啊，饲甲遮尔好。伊是饲鸭啦，伊是别人饲，因来做嘛。顶回恁老爸摕迄个姜母鸭来，好规间安尼。韩国哇！伊3栋，总共伫3栋总送呢。哇！是无啦，我怎么在提起顶个讲？其他2栋无送到。咱大概叫 A、B、C， 公司叫就是 A， 后壁佫有 B 栋、C 栋，爱做一摆送。好。我来转去甲伊讲。安尼。咁对你啊？阿伯，不过来过啊，凊彩。来过啊，来算的啊，欢迎。照这个台语自我介绍，来，请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杨祖仪，即马是演员啦，嘛有咧主持话剧的节目。啥物件演员啊？对一出。即马刷。有旧年才搬3立的。那用搬电视唔得用搬电视用搬啊，电视嘛用搬即演过3立天之，天之骄子，迄叫金蕉的蕉呢？啊，对天之骄子，嘿，骄子，讲迄个岐山金蕉的故事。嘿，即马嘛有在准备要演音乐剧，就是阮咧出。嘿，川离，明年要搬川离。迄个蝴蝶角是足歹唱的。足歹唱的，我足歹演的。来你后壁嘿啊，够厉害。爱唱啊，专唱问句。我看过，因为介绍你出来，话讲拢烧声，讲着烧声。爱唱。爱唱嘛唱嘛。这条这个唔免唱啊。这条刷，无多，你知影我无多唱啊。这条早摕掉啊。嘿啦，摕掉啊，摕掉。有啦，摕掉啊，摕掉啊。有啦，你摕来啊？一定。我看卖。你摕来啊？你教我咩唱？爱唱嘛唱嘛。哦，换你。这边我唱啦。你试看卖，试看卖。你有需要帮忙，你来讲。爱唱啊唱。会使啦。这会使。我看伊要死啊！我要死啊！我歹唱我，一只闭关啦。什么台语变较足好诶，你啊？那有，那无啦。对，我可有主持
公司欢喜进香团啊，即马每礼拜六拢有在搬。第一代哦，第一代啊，哎，港台哦，港台啦，哎呦，严肃起来，我这个我来起立，我来起立，我来天休来，来一脚脚，再一脚脚，三脚脚，喂，请坐，天休家庭。真叫天休。对啊，郑老师有无？见面就甲你迄个什么空金个包银，老师你会欣赏咱这位贵宾嘛？伊唱歌吼有特殊的气口，安尼吼，而且我感觉会讲个台语另外一种水甲展现出来。啊，大家唱歌拢差不多，毋过伊的气口就无共。无人有法度，无法度，真正无法度。一个人有只红的过来8条歌，这真正是国际。是，国宝啦。欣赏。这是我新出的唱片。你坐，你起来我会开落来。这超戆的。嘿，拄啊发版。镜中女人会拄好啥？拄啊发版。发版。拄啊发行。发行，你唔好讲出版哦。出版是迄个一箍嘴才叫做出版。我知影。真的？啊，你想你也无讲。我是蔡秋芳。蔡秋芳哦，这是。你甲讲啦，汉你几时这么大牌来到伊？因双方带甲足厉害。伊一个妹妹叫蔡翠秋。哦。蔡翠秋。对，你爱讲。讲我开玩笑。是。系啊，这是我的新专辑。唱两歌，你听看没？5月满山西，白色的油桐花，飘飘风中飞，月色不敢远切。红记啊，唱歌，是要变红记啊你啊？天休啊！伊讲话叫唱歌，就像两个人。伊讲话叫唱歌。讲话参唱歌像两个人。哎，当然啦，这就是深藏不露的所在。你特色水展现出来。都谢你。一世人吼，敢若做熬一件代志，咁样最厉害。对啦，一项就好啊。啊，伊个哦，这厉害。你是想要讲这边来讲，就我拄则有听到讲，因自细汉就听我唱歌。都不好的。啊，伊讲的吼，迄我13岁开始唱。对啊，啊，伊阵嘛细汉啦，我嘛是细汉唱。对啊，我差不多12岁听你唱。我熟悉你，咱做伙去歌厅，你都35啊，你个来这没有，我无。迄阵就是你讲大家乐嘛，拍麻将迄阵呢拍麻将拄啊满20。 20迄阵你拍麻未将？ 19。哦，碰个你也骗人20岁，你拍麻将哦？这代志是安尼，我解说，因为较早我拄出道的时阵，我细汉就唱歌，但是正式踏入这个演艺界是由大家乐，以前咱就是悠悠恭喜天公拜，从迄代开始，我才有正式踏入。 打入歌歌坛，然后我拄出来的时阵，因为无代无志，也是无缘无故，要怎么说？无缘无故，无缘无单，放火烧山，无缘无故放火烧内裤。突然间，这张唱片出来，突然间，这张唱片出来，就我去红着，啊，就歌厅一直叫我要去唱歌，啊，阮兜的人。 就感觉讲我也个细汉无啊出来唱歌，啊，就经纪人一直甲阮兜的人讲啊，经纪人，系经纪人，经纪人，系啊，啊，我嘛是搞最主要是讲哦，那系台语，我就台语人，那系讲话讲啊，我足不服的。我拄出世，不是啊，出世就唱歌，出道的时阵啊，我拄出道的时阵啊，伫歌厅。 因为突然间红起来，啊，歌厅的头家我无去唱袂使嘛，啊，伊就叫我去唱，逐间拢唱，啊，拄啊碰过主持，啊，伊照顾我足济，哎呀，因为较早碰过，我甲恁讲吼，较早碰过，伊当作我是下教，其实我毋是下教，我会讲话，其实那个就是在伫歌厅。 袂晓讲话，拢毋敢讲话。啊，伊讲一句，我回一句安尼。无话无句啦。访问伊都无啥咧应，对不对？啊，迄时阵碰过敢有写歌互你？
伊白，我你讲，伊大白拢无要，伊无足大白，伊无要写，因为我拄出来的时阵细白，伊看袂起。没啦，不能够给你老赖，你是哪啦？没啦，迄阵啊无来，因为迄阵啊感情就是吼，一段拢一礼拜，啊一段咱拢是迄个大兄小妹的称呼，哎呀。是啦，一顿拍麻将，伊就搞输的啦。拍牌迄阵啊，因为因大家拢会晓拍嘛，啊因无卡嘛，啊叫我去踢卡，啊我迄阵啊袂啥会晓，啊就是要有交一寡钱。学会啊，系啊，学过。你该两个啦，两个你该应该讲三个啦，你该拍牌你会气死的。摆卡起来，小闹，讲话大字。哦，你安怎啦？我碰，你还等你？碰规波唔来碰对机啊！上大你啊，讲的。一个张燕婷先生，张燕婷啦，就是费玉清。好，等一下哈。哎呦，安怎啦？紧的啦，等住。我自懵。看规波，第三就是咱阿峰啊。哦，伊是无大事，但是伊嘛，伊拢看伊的牌呢，要看别人。坐在我旁边，左右都要小心。对，伊拢会欠一支。伊拢别人的牌啦。这干老师的代志，边仔两个人上工。对面嘛爱注意，对面六杠牌嘛爱注意。没当干牌啦，没当压牌即摆伊讲我碰，你碰到一支青头迄支，是橡胶弹在青头对一支啊，是啥物叫青头？这混林人讲青头啊，就是讲，青头啊，就是事先嘛，拄价。嘿，对。譬如说他打了2万，台语。打2万，爱拍过我讲，唔对咧，你拄价青头唔是拍机吗？你青头唔拍机，系啊，青头啊，无我要碰啊。系啊，我要碰。啊，这是变啦，我大家拢捌有哦。我顶碰啊，无变啦。系啊。然后你亲情呢吼？阮阿哥因查某因孙呐，吼，对，就是蔡依德的查某囝。是的，我甲伊教，所以了解者。你来讲。来，往华为来。恁三个关系我是无清楚。因阿嬷，了解者。就是我的阿哥。哇，恁阿嬷，你爱叫阿哥。对，嘿。恁老爸，你爱叫堂弟。不是因老爸，你叫阿姊啊？唔是，因老爸，我跟你分袂清楚。恁老爸娶二弟的老母，你爱叫阿哥。老母。老母对因阿嬷对啦，阿嬷嘿，对。那三辈子都因查囝爱叫妈妈叫老爸，妈妈叫阿嬷对不？对吧？对啦。伊叫拢忘嘛。讲伊啊。对啊。所以恁老爸爱叫伊堂姐，同的就是同就是共姓嘛，表的都无共姓。对。所以你爱叫二弟还是叫堂弟？表。堂弟啦。堂弟在伊那个老祖。一辈兄弟，这辈小弟，一辈小弟，哦。所以你爱叫秋红啊，叫姑姑，阿哥，对，阿哥，啊，我爱叫你啥？高张。会去啊！伊恁卫生啊啦，对不对？对卫生啊，卫生啊。好，安尼关系了解，我我今仔高孙啊，共大家共一个节目，就是真个林刚甲恁老爸叫恁三做伙来，一摆拢姓错安尼。好 ，OK。厉害。咱拢毋是拢改姓错。啊，大家。哇嘞，错你。真正的吼，你嘛爱改，今仔错过。错过。对啊，错过。为着要存今年，我要改伊名叫错一条。啊，没咧，要来考台语的程度啊！台语你无问题，台语你台语少学者。今仔日这你学就好啊，尽量莫用着。卖讲啦，嘿。
好，因为今天要来讲，甲人口水的小哎物。哦，好势话。口水知无？知，你知无？就是嘿，就是安尼。你安尼阿公讲共款。错解我安尼啦，这是错解的传统。哇个，来一杯来考起来好。势哦。我讲甲人口水的话啊，我讲像你这款人就是饲鸟器假布袋啊，饲鸟器加布袋，这是口水吗？老师？你就是来干啊，哦，所以佮靠这个饲鸟器搞布袋，我甲你照顾遮好饲鸟器，结果竟然同外口来人来甲我陷害。好，会过来。哎贵，我讲甲人口水的话，我讲你啊，袂使牵拖厝边。袂使牵拖厝边碰个，其实还有一句话，我们平常时咧讲，啊，甲这意思共款。讲。啊，毋过应该袂使报。袂受嫌客下啦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个拗过。你也莫讲，你也莫讲。老师你知影？我知啦，你办的我讲啥我知啦。我之前要讲互你听啊。我知。哦即摆敢是咧录影？有啊。录遮久啊，你毋知咧录影？唔是，因拄则讲袂使播啊。会啊，会播啊。啊，即我摆问讲啥物啊？即摆我会使讲。会啊，我来问你啊。好，我来教你哦。我讲甲人口水的话，圆仔花唔知歹，大红花歹唔知。哎呦，这句咧拢咧骂查囡仔较济。对啊，迄笑查某囡仔，其实伊无水啦。啊，家己讲作水的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问对面啊？哦，老师是毋是安尼？对啊，就现代诗的什么自我感觉良好。哦，对，这种意思哎呀，对啊。圆仔花花唔知歹，啊大红花歹唔知，阮伫恁两拢做歹啦。啊，你若生做歹吼，迄是无法度。毋过你若装啊做歹出来讲迄惊，安尼就是你毋对。哦，这个口水真严重啊！来，卡落来。我讲甲人口水话，我讲鸡啊长啊鸟啊大。来讲一句较长听我卖咧，啊，讲一句啊。照这句做较长咧。好嘞，嘿我就讲啊，你这个人啊，鸡啊长啊，鸟啊大啊。哎呦，哎，我讲你这个人啊，鸡啊长啊，鸟啊大。你啊加4字呢？嘿，我讲，我讲啊，你这人啊，鸡啊长啊，鸟啊大，鸟啊大。这款代志你也做袂到，对吧？后壁这款人做袂到。第一等照到什么意思？我讲你这个人，算就当生的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，就当生啊啊。是北长足矮。哎，你这个人啊，鸡啊长，鸟啊大啊，无怪你头毛袂生。安尼啊，对吧？安尼就对啊。你讲他话，你讲他话，你好来，卡落来。我讲甲人口水话，我讲我喙家想要食好米，哦，这嘛骂人骂了真功夫哦。你敢知什么意思？唔知啊？华语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癞蛤啊，这知影吧？知吼，啊，就是讲你歪手机想要食好味，啊，对吧？你骂我就对吧？无啦，无啦，好啦，莫惊啦，莫惊啦，来，我讲甲人口水的话，我讲排金刀啊，我替人看风水。哎呦，难减两字啦，哇，家己排黄金翁啊，搁去替人看风水。家己排黄金妈妈，我是听家己排金刀翁啊，金同款意思，同款同款金刀翁啊，搁替人看风水。哇，请解说，请解说。就是讲，伊就是伊有排金刀啊，伊就家己落还袂抬，啊不抬，甲祖先啊抬落。我第一摆听到家己有要带家己的，伊还袂甲祖先啊，也是讲伊的亲人带落，啊，佮替人来看风水，讲倒位。迄就差不多祖先南保的意思，嘿啊，主是心不是呢？南啊，家己是不是都啊，你家己的代志着也袂处理好势，你佫讲要甲我斗三工，莫甲我骗啊啦！嘿啦，哦，不当然来，甲人口水的话啊，我讲无迄个尻川，莫食迄个下药。稻谷做较长咧。无迄个尻川哦，你就莫食迄种下药。你今日吼，安尼，这代志你莫安尼啦，我跟你讲，你无咧尻川，莫食迄个下药啦，，啊就是安尼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啊，就是你也无迄个卡中，就莫莫食迄个。
能力啊无够遐，你也卖做超过能力的代志，莫计较啦，哎，卖假个嘿哦，卖黑白讲答应啦。对了对了，啊，你明明你无法度，啊，你搁讲讲马紧，拢互我来。哦，所以这就算啊，看家己有几两爱想点好清楚安尼。开来，我讲甲人口说代志，我讲草原人嫌冤话，嫌冤话，臭鱼人咬冤话啦，咬冤话，嘿啊，搁臭脚搁搞踢皮啦。嘿，啊，到这规矩啦吼，臭鱼人咬冤话，啊，人讲话根本无这种意思，黑白讲冤，啊，臭脚搁搞踢皮，啊，困就困在面照皮黑白踢安尼，哎，有时啊斗啊笑过笑过啦。哦，这个后壁句咧，哦，水哦，草原人嫌冤嘿，就是对方甲你话，卡草哥搞踢皮，搞踢皮，哦，搞踢皮，臭脚搞踢皮。 OK 哈，好来卡落来。我讲甲人口说代志， 395寸，你也没甲书文，你咪用只较歹，我们听看嘛。 395寸，水哦，我打机面弄出来哦。打机，我来卡落来。我讲甲人口说代志，我讲倒手念金，正手忘灵。哎呦，我唔捌听到倒手会念经的，倒手摕金丝咧插啊，迄叫做喙念经，嘿念经，手忘灵。哎，老爸还有哦，还讲有，嘴念经，手忘灵，骹踏查某经。就是讲，足一人做代志吼，讲的甲伊做的拢无共款啦。毋过这伊离到现场这较粗啦，咱讲较幼稚的话，食菜食到肚财为界，嘿，就笑遐人嘴讲的甲下骹做的代志拢无共款，安尼。嘿啦，来，查囡仔来，叫你来。我讲甲人口说对我话的，讲要到孝顺地瓜骨，这句话无讲吗？无啊，无吧？要到孝寿地瓜骨，要就甲迄个癞蛤歪喙蟆鸡食好味的，共款，差不多共款意思共。款意思啊。嘿啊，袂这囡仔捌咱就做出这啊啦。啊，表示咱传承有效果啊。啊，对，啊，你会知影意思有知啦哈？哎，在哈，讲甲恁老爸讲吼，三栋拢买落来。哈好来，我讲甲人口说代志，我讲搞情衫变成人，你哪看我无咧讲啦？哎，够画面看你啊，是要看这边的，没看你。够画面呢？伊讲甲家己笑哈，所以你看这高青衫变人是咧骂这人啊，讲这人口说这人。作鬼作怪啦！你明明就是教你穿衫要创啥，啊，搁假人伫遐行，啊，其实你无就你安怎学，安怎装，你就是一只狗，无主要伫遐结鬼结怪，好，今仔台语听多你看啦，安尼算袂歹啦。袂歹。尤其吼，这物件大家爱了解啦嘿。毋过吼，一个观念是讲，咱介绍传统文化，毋是讲鼓励大家爱去共骂，只是讲人家你骂，你也知影对方的意思是啥货。哦，咱若做毋对，咱家己爱检讨。啊，若咱无安尼做，咱就当做那到肥火车做伊去肥安尼。嗯哼，老师你了解最一句讲口说是上食力的，会枵狗孝上猪肝骨，这就算真食力啦。这其实讲啊啦，狗搁要啥猪肝？猪肝内底敢有骨？无，无啊！你枵狗孝上猪肝骨，种想一寡根本无可能存在的工课。哦，所以表示这真正或者猪肝够有骨，我自细汉食到猪肝食到大，毋捌食过内底有骨头的。啊，表示讲，共烤甲吼都真正足厉害啊！枵狗孝上猪肝骨。所以这句虽然大家定听到，但是都毋知讲这个骨内底是咧讲啥。对啊，当时是讲内底本来有骨的，咱无食当然就是只肝骨低你在瓜硬化，我是猪肝个少。喂，好，过来这个单元叫做俗语讲了好，麻烦你甲咱介绍一下，开始。嘿，俗语就是爱你讲，无你跟我同齐比安尼好嘿。好来，马上来进行俗语讲了。好好。好，在写呢？大片李长是越老在世，写我会知唔知？红包包甲手软，哇！伊甲写安尼，敢袂伤含，安尼人会。
哎呦，这都属实啦！咱大鼻你就是因为你这个里长偌出名，你知无？啊，你讲看，哦，搁有足侪迄新婚的阿某啊，送这水果来呢。哦，要谢你，咧食拢食袂完呢。什么谢我？对，水果谢我，谢你啦。你嘛足辛苦安尼。啊无啦，安尼。我带着你算我算讲哦，安怎嘿？这只面顶有片啊。这有烧好香啦。做工有保庇啊，带着你我真正，我安尼钱安尼包安尼开吼，你也无讲半句话啊。我感觉带着你真正是顶世人烧好香。你敢知？咱你个喷汤，咱兜毋捌倒喷呢。是安怎？逐工饭菜拢无剩啊。无，这应该啊。拢互你变了了。无啦，爱食了啊。哎呦，安怎？哎呦，主上球啦，来啦，先上来，我先上来。人来了，哇，安尼啊，安尼啊。恁三个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无啦，里长啊，你看你拢甲人斗相共啊，大家拢有找着另外一半，看迄查甫的找着女朋友啊，对啊，娶某的对啊，找着好翁啊，相你看你长妈嘛是遐幸福美满。是你你妈，我阿妈。你长嘛，啊，对啊，你长嘛，系啦，你长爸嘛，你长妈。阮三个大概看你交。你甲你长嘛感情才好，真正足亲善的啦。你嘛甲我介绍一个哦。对啦，摊线一个嘛。啦，这条玩乐的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，我看你真忝哦。啊，无来。俩种代志吼。来，我帮你斗相共。安尼有啥物所在需要加强的？啊，袂歹。安尼会使啦，这人头，袂歹啦吼。真好，这人头。毋是讲我无爱甲恁介绍，婚姻这种代志啊，这毋是讲干来讲介绍就有啊。这款的我讲，恁伫我遮做工课做到真嘛啦。是啊。捌的，也毋捌听讲查某囡仔来找恁，也毋捌看恁讲找查某囡仔来好看，拢无啊。啊，说娶某，要娶这款的这靠缘分哦，恁三个是要娶某？你有听无？这卡带。缘分，你有听到？缘分，来，缘分啦！我听有啦，你长。你这真正嘛，安尼是咧创啥话啊？无啦，斗相共的啦。你遐坐较出好无？会啦。用要白这过你知唔知啊？我你安尼就无意思啊！我想。我里长呐，我今仔日风评的真好，就是我这人无咧接受人的乌西，你也了解，甲人做坏人，对不对？我唔若讲莫讲人摕坏人钱，我不但无摕无代，我去包钱，就算用退回我嘛甘愿，对不对？这红包我无咧收啦。哎呦，恁三个吼是安尼，人来就好啊，佫搞咧数。我一定来啊！唔免啦，多谢啦吼。来。唔免啦，行啦，来试看卖，真很啦。来啦，试看卖。恁两位敢若毋是，阮是。对，阮是代志是安尼，阮是隔壁里的啦。啊，看报纸知影里长你平常时是好人好事的代表，啊嘛是足厉害的元老，啊所以想要拜托你牵一个线啦。啊，做囡仔，是元老，是元老。元老。嘿，我元老和月下老人元老。做媒人呢？嘿。安尼好。来，你看，两位小姐若是无去啊，这三位拢是我这本地这志工，吼，大家拢真好，而且目前拢是独身的，吼，看恁有啥物看介意的吼，还是啥物款条件，讲出来看会合的呀。阿哥，你感觉这三个生做安怎？你敢有介意？唔免啦，真正唔免吗？你看卖，真正呢？青绿色的，青绿色的，黑色，绿色的。你刚才我来看穿绿色。无啦，你讲我啦，穿绿色的。无啦，人因咧讲说三位，你哪有可能有听到啦？无可能啊！哦，这是安尼啦，三个人看起来是拢袂歹啦，吼，而且拢真认真。吼，安尼恁就想讲要经一个，该看一下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查甫人上界要紧就是体力。查甫人，咱查甫人的腰，是咱查甫人的根本。
是了解，摇篮然后就是查某人的幸福，就是讲咩？无诶，言丝传传。哎呦，你哪安尼啦？甲咱阿母的暗时咧送的拢摕出来安尼，你生啊大哎好死啦！哎呦，哇，你是要跳钢管啊？诶，你若知，暗时还我拢跳钢是管油啦，还是上油我多啦？是啦，讲系。嘿，我甲你讲，诶，摇然后就压到上级的，是，哎呦，就看摇了动了有久无久啊？好嘞，一个来来，music。加油！袂使弄着棍哦，厉害厉哦害！，我来讲，倒定泥干嘛？这简单吧？哦，哎，来，过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哦，我是谁就谁嘞？我出来了，我跟你比啊，我出来了，我跟你比啊。你面拢红诶，臭到。歹势吼，我这腰无较好咧。你去边仔徛吼，少年少女，听不好咧。来，好，来啊！出来！你是要行呀？水啊！来拼！啊好，别安尼，啊好，喂，袂啊！不要咩？来哦，食菜哦，食素的哦。不要韭菜哦。好，来，好哦。来，阿妈棍，教阿妈棍，好来，你教阿妈棍，来，来，我我你，你这收含吧，这我若过吼，这收含吧。比赛结束，来，这收客啊，收客啊！你那边请啊啦，免请啊，免请啊！哇，非常的恭喜，哎，今仔日你赢。这游乐比赛游乐上好的游成绩。豆豆，哎，李长，你真正足厉害的呢！无想到讲来你遮，是会使找到满意的对象呢。这是小可代志，你耶。啊，我甲你讲，这是阮阿哥的一点仔心意啦。无咋办？无这。不得讲迄什么代志，不，是，我讲，我这个你著看报纸咧看，我是拢服务你民为目的，我无可能收你红包啊，这款代志无可能，你若是分暗中来分，会当去我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是讲你要送一个贴仔来，你就送一个水果，送一个饼了，好啊，无代志啊。我甲你讲啦，吼，阮翁吼都夹着钱的代志，而且足敏感的啊吼，啊无要紧啦，即摆既然安尼，我怎歹势啊？行，咱来行，走走。这位先生，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你是不是误会啊？啊，误会，误会什么？这个在找翁的，毋是我呢，是我的阿哥啦，所以我爱叫你一声高丈啦。来啦，这是你爱甲恁某的手牵好掉啦，这才是啦。你阿哥是会教无讲话吼？无啦。另外讲，你即摆是有意见呀？无啦，我知伊看个较济话，我知影。唔是你这我无食是蛋咸啊这个蛋咸，你这暗时个浸水较正嘛？看伊手我大汉的，我安尼出来我大智者金高义，你是毋捌听伊哦啦？我不管啦，你红包，你结婚到30年，你不什么红包？
结婚到30年要红包还对啊，我就不爱的，我爱红红包包，啊。来替我啊！你安尼我是报警察了，我等时甲你收红包啊。你是无收啦，啊，毋过你头拄咧叫讲话有无？啊，你中午就甲阮摕红包啊，对吧？三个人拢收啊，嘿啊！我都唔知讲是阿哥要找对象啊，还是伊我也知影会安尼，啊，就想讲先收起来，后盖会当用着。我今仔日名声叫你拍拍了了。你真正是我一世人的英名败在阮某家己的手底，我无话通讲。我安尼拼干咧，为了你面拼咧，你安尼讲着种做爱心，安尼这个外号安尼走出咧共骗钱，所以红包收了了，哦，这个行为真正是两句俗语会当形容啦。第一句叫做寒哪加烧金，寒哪加烧对。哇，那第二句叫，第二句叫。你不行。你好好讲的话，你行来这边干嘛？天哪！第二句啊吼，挂目镜加神事。以上这个李长五啊，这个情形，赞成第一句，请举手。寒哪加烧金的两个尔吼，三个。来啊，迄个啊，我来刚换位来。来，恁3票，恁3票经寒哪加烧金，对，是安那经济？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寒哪本来是要去拜拜嘛，啊，结果伊毋是去拜拜啊，伊去做别种代志，啊，惊咧烧金，惊咧做好代志。是解说迄尔，有啥物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迄有一个故事，因为一个去爱着一个出家师傅，对，是啊，这出家师傅嘛无修戒，对。啊，就寒哪伊就甲因翁骗讲要去烧金，啊，就拢入去到庙入去献房啊。对啦。你囡仔人莫听这吼，对。所以寒哪加烧金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了解。啊，恁这边经寒哪加烧金，迄边一定是经挂目镜加神术。现在讲的挂目镜加神术，有可能毋捌字，也是不读册，读无啊一个挂一个目镜，啊代表讲我都有读册，我读较近视。是啊。问你较准，好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讲的对啊，开嘛对啊。你叫你解说了啊？无啊，天后讲啥，咱就爱讲啥，你知无？其实两句头碰过拢讲啊差不多啊啦。啊，你讲寒哪加烧金，这是清朝时阵，阮台南有一个李洞仙那边吼，啊一个太弟的，啊伊要拢甲因讲，我要来李洞宾遐烧香拜本吼，啊伊早期清朝时去庙里拿金纸，搁爱纸一寡格啊。对。所以变做伊拢定去啊，甲人骗讲要去啊烧香拜本，其实拢是去黑白来，就头碰过讲的。哦。哎，所以变做李祖庙烧金哦，格啊袂去摕。因为伊早拜拜，还有金纸，还有格啊。哦。啊，结果两个寒哪加烧金，格啊边拢无收。人个庙是想讲，那逐工拢有人格啊留伫遮爱上的啦。哦。啊，一工两工拢定有人炸格来，拢无炸甜。啊，迄庙讲着注意看觅，是安怎逐摆拜拜拢行回内底去。哦。哎，所以变做寒哪无心加有心，寒哪加烧金，比如讲骗东骗西安尼啦吼。啊，另外吼就是讲挂目镜加新书伫头碰过，讲啊，因为你无读册，佮惊哦。哦，加啊做哦，我捌做第二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嘛，另外一句话叫去遮挂目镜，其实拢是啥加大班。你明明无迄种身份，啊，佮加迄只心仔气。啊，讲头安尼李长嘛吼。人李长是拢无共收，佮李长嘛拢用一寡理由，啊，其实红包拢一落咧，所以变做共骗。所以应该若这样看起，应该是寒哪加烧金。哦，这边对哦。对啊。对啊。对无？无简单呢。厉害呢。寒哪加烧金，你解说者？对啊，就是安尼。我讲咧。为着要配合今日来宾，咱特别选这首诗叫做《秋意》。哦。朱家人所写的《秋意》。来，咱先邀请这个秋芳小姐甲咱念一遍，请了。秋时红叶四界飞，夜中秋看明月。跳过吗？秋丛无见半蕊花，夜色若是。
就是安尼，就话。跳过，反正有押韵。嘿，冷风轻轻对面吹，热，热天景色无地。跳过，跳过，美丽风叶红像血，红像血，红像血。然后天气闪烁，跳过，半灯火，半灯火，差不多个字啦吼。这叫做树卡，啊，树卡，树啊哦，卡，树哈卡，半蕊花，你拄也跳过，夜色若是甲若会，这台语甲甲，我教你。对面吹热天景色无地吹，美丽风叶。老师，这读做风叶吗？风叶，风是文音嘛，啊风是白音嘛。风叶，风叶，红因为像血。伊这条线拢较白话，所以咱用白音来读风叶。天气闪烁半灯火，这真美真优美啦吼。